聖經書講是家啲在羅馬日16節咁樣講到，因為到我越真嘅信心、強嘅信心對於呢個福音，在福音要牽引上帝嘅力量，本每責任要得救，係嚟佢相信佢佢得救。嗱，係嚟佢相信福音得救，因為在福音嘅方面有上帝嘅能力。要本是個得救，嗱，在哥羅西1 23，而家係用功在信心，意思嘛，係個信心係堅係用功係強嘅信心，係個盼望對呢個福音唔定呢個世間各樣之細小，因為到呢個福音要本是個得救，在天下呢啲啊，要救出家啊，這係上帝嘅福音，佢個誕生嚟到世間出世喺度，耶穌基督。死在十字架，3日因嚟焚生，為了救這個人類，就係呢一個福音嘅傳本是家啲，在呢一個福音，每個人相信佢啥得到得救，冇定細小本呢一個世間裏的社會裏嘅問題，阿門。